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哦。天气很冷哦，忽冷忽热我们要注意保暖。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敬拜哦，唱诗歌敬拜上帝就火热了哦。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邀请我们主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哪里有神的灵，哪里就有自由。神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神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们邀请圣灵来掌权。神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神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心，开我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们一起来呼求圣灵，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同在。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再一次来说，主，我呼求你的同在，呼求你的降临。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们要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神的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位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在我们生命掌权的主。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回应他的恩典。我们要一起用诗篇136篇来宣告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一起来，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弟兄姐妹，透过短短的这段的经文，只认识到上帝一部分他的属性。他是什么样？万主之主，他是独行其事，用他的智慧造天、造地、造我们的生命，最奇妙，对不对？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器官、五脏六腑怎么样运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哦。他是慈爱永远长存，因着他的怜悯、慈爱，可以涂抹我们的过犯，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翻转我们的未来。这个就是你所要认识的主。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我们是有限、软弱。我们邀请耶稣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因为邀请他掌权，涂抹，就好像我们用橡皮擦擦掉一切错误不好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感谢。一早起来，我们还有气息，还有生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称谢。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独行其事，你是使无变有。主啊，你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公义的主，你是按照你的慈爱信实来带你的子民。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在赞美，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称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在早晨，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称谢，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谢谢主，因为你独行其事，你使无变有。你使软弱的得刚强，你使缺乏的得供应，你使病痛的得医治。你太丰富，让我们不断借着圣灵的感动来认识你的属性。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先来称谢你。即使是在苦境、在患难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称谢你，因为赞美称谢的时候，你的宝座设立。我们可以从宝座支取属天的应许跟属灵的福气。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你是独行其事，所以让我们的祈求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你愿意用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擦消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是带着坦然无惧，可以亲近你。谢谢主，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进入到你的宝座前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大大的开口来祈求，请坐啊，请坐。我们恳求主来请坐我们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里面带有应许、带有医治、带有盼望的哦。所以当你读上帝的话，你就用上帝的话来宣告、来祈求，因为神的话带有应许，对不对？神的话带有力量的哦。所以我们当求告的时候，当我们宣告的时候，你带着信心是的，我要求告你，你必成为我的拯救。一起来，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唉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这是诗人的祷告
可能他的敌人啊，就好像大卫，他的敌人甚多哈，就好像这些诗人，他们在困境当中，他们如何来寻求这位看不见但是与他同在、保护他的，在他灵里面忧愁，在他灵里面怎样困倦的时候，这位耶和华上帝就成为他的牧者，保护他、扶持他、安慰他、供应他。所以我们一起来邀请耶稣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来掌权。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担忧的那件事吗？有吗？我想应该有，交给他，说主啊，我现在将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我的病痛，我的工作，我的未来，我所担忧的，我所设定的那一位，他的心怎么不改变？交给上帝来改变，交给耶稣来改变。弟兄姐妹，将你所担忧的交托卸给他。如果你需要牧者长老来为你祷告服侍，说有病痛的就找长老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怎样啊？那个祷告是有功效的哦。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是坐着，你所按在你这个病痛或者是需要，如果有担忧、忧愁、郁闷的，就放在你的心上。包括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一起来祷告。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圣宝座面前。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奉主的名来命令捆绑那一些捆锁你的、搅扰你的、使你不安、使你担忧的，奉耶稣的名，现在就从你灵里面除去这一些的障碍，除去这一些的搅扰。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奉主的名，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在线上弟兄姐妹，可能他不方便，他在病痛当中，他没有办法离开，在病房，在这个安养的地方，奉主的名，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求你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求你释放灵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奉你名同心的祷告，你必垂听，你必应许。谢谢主，我们要经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谢谢耶稣，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当这一些的社区的朋友开口说邀请你做他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主，我奉你名来祝福你的灵在他们灵里面，他们就得着自由。主啊，谢谢你，当我们要宣告祝福在病床，在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当中，奉主的名医治他们的五脏六腑，特别是医治他们的呼吸系统，脱离这些咳嗽，脱离这一些的郁闷，脱离这一些的肠胃的疾病。奉主的名，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主啊，拿心烦闷的，你的灵就充满，让他们的灵要得着安慰，得着自由，得着平安。谢谢主，因为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神你应许，你说要成就。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医治权柄、供应的权柄就从你的施恩宝座赐下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出于信心的祷告，经历神你的医治、你的供应跟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用真理来引导我，教导我。真理的圣灵是教导我们做什么？更认识这位耶稣，更认识他的救恩哦。所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我们要明白，对不对？所以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所听的话语能够扎心，能够回应哦。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透过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戛然自身，透过我们自己的灵修跟他祷告祈求，
管道通了，神的恩典就降下。为了我们如果好的天气，医疗咨询，还有儿童牧区，今天下午要到明天有这样的儿童牧区的退休会。为了这一周开始，我们有社区的朋友参加松大的开学、小会、圣礼典等等，我们恳求神在这些事上，在你所期待的事上掌权，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神的话语要向你来说话，激励你。我们要一起为着这些的牧区第9区的詹尊区长，还有美英、丽英小组长来祝福。透过他们同心和 RPG 的祷告，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一起站立好吗？一起站立，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祝福，特别为牧师来祷告守望让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激励你，能够帮助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当我们同心合的祷告，主啊，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力量要穿透这个第4度的空间，要支取你属天的能力。主啊，你的奇妙作为，你独行其事的神迹就要充满在凡信靠你的人，因为你的话语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圣灵，我们恳求你运行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创始成终，认识这位死复活，认识这位是能够安抚人心，能够使我们有平安同在蒙福的神。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所以我们凡事大小事都向你来倾诉来祈求。主，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平安；赐下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更认识你，是那从死里复活，是那掌管天地万有权柄独一大的神。让我们好好的敬拜你。当好好的赞美、敬拜、称谢你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平安、喜乐、盼望、供应是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啊，你聚集我们，让我们遇见你，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我们知道主你在这里，你的荣耀在这里，你的神迹在这里，你的国度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是主，我们知道主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恩典，他降临这恩典给我们。谢主，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一起来拍手，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啊，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降落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之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主啊，你在这里，你聚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遇见你。谢主，谢谢你。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
遇见你，也要敞开神的道场边，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啊，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这里自由运行无止境。感到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起来为大神做奇妙事。你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让你赐给我们移山到海的信心，让我们坚定的不断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期待你和我们做奇妙的事。哈利路亚！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跟主说，我主在这里，我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谢主，你的国度必降临在这里。我们将这些荣耀、掌声归给我们天父。哈利路亚！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请坐。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欢喜来迎接你得胜的记号，来欢喜来迎接你所预定好的美好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主啊，你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之名心中确定，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惊奇，我们称谢你是我神。再拍手。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主啊，你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我在这日子，我要看到你复兴，我们要看到你复兴这地，复兴我们这主。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用赞美打开了城门，你用赞美打开我们的心，你用救恩打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遇见你。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呼喊跪向你。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一起来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哈利路亚！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再举手，哈利路亚！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一起来拍手。耶和华
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彻底。一起来欢呼，哈利路亚！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一起来呼喊说：耶和华将这城交给我们。阿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这地。预备好了，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已经将这城的百姓交给我们了吗？阿们吗？阿们。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为这些未得之民，一起来为这些城市的百姓来祷告。神啊，赞美打开这城门，赞美进入你的院，赞美进入你得胜的土地。我们要赢得这地的百姓。谢谢主，赞美使我们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赞美使这些撒旦的营垒被摧毁。谢谢主，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就看见你行奇事，你释放这些百姓得自由。谢谢主，每一次的赞美，我们恳求你悦纳；每一次的赞美，打开你天上的窗户；每一次的赞美，请服你的恩典下来；每一次的赞美，就让我们看见你是独行其事，你是厚恩赐给你的子民的神。谢谢主，从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应许，从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盼望跟力量，从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靠主永不放弃。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你们相信神把这城的百姓交在我们手中吗？阿们。感谢主，等一下我再分享哦。好，那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下主日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那在礼拜六晚上在501会议室会召开542次的小会。已报名信仰告白或者是小儿洗礼的兄姐，请于3月4号晚上8点在501会议室来问道理。核心同工的造就会请大家把握时间在3月18号8点到下午5点我们会在淡江教会的那个淡水堂来参访来上课请我们的核心同工把握住这个可以造就装备自己的这个机会充实我们自己，神就在适当时机使用我们来到今天为止我们早上9点50到11点会在文山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关怀咨询，神也透过这些管道来祝福这城市的百姓我们为尤伟斌医师、侯英南医师，还有我们的这健康医疗咨询的同工，如果你做礼拜完之后有这样的时间，
分别出来啊，来参与，来祝福这个城市。那我们也邀请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桌球高手啊？那如果有我们会在4月14号开始会有举办一个桌球班。那在这之前，我们会培训一些的陪打员那其实就是我们透过这一些的陪伴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因为我们开办这些班前后是运动活动，那中间半个小时是有小组的时间，是有分享福音分享，用生命教育来带进让他们认识这位上帝那如果愿意的，我们有这个区域的国手教练区教练我们的秀林执事的先生明和弟兄，他也是慕道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来祝福我们的世成兄，还有我们当中如果有高手隐藏的神隐的，你们就出来吧，好不好？那需要交保证金，如果有在符合规定，我们就会退还这个保证金那进入取及培训可参与桌球班的陪练服事请我们看1楼的公布栏。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自己来看。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席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以斯帖记8章17节，再一次，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以斯帖记8章1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让我们进入到神赐福的一个秘诀，一个管道。所以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进入到神的丰盛，神的同在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上帝，感谢您让我们这礼拜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你。主啊，虽然说我们在过去，在这个礼拜，我们可能遇到很多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甚至是健康上的困难，但是主，你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当你所要的求告主。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满满的感谢，
感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白白的恩典赐予我们，与我们一起同在，让我们得以有健康和喜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现在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做圣工所用，求主你来悦纳。还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坐下之前，彼此来祝说：神必定可以扭转你的未来，神必定可以扭转你的未来，请坐。神必定会扭转我们的未来，你相信吗？阿们吗？感谢主哦，我们看到一个很困难的这个人生命运，但是因着上帝的同在看不见他，但神与上帝却在当中来掌权、来影响、来改变。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牧师来起单数节，那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第8章的第1节，当天亚哈水鲁王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末底改是他的亲属。从那时起，末底改获准进到王的面前去。王把从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取下来，给了末底改。以斯帖也委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财产。后来，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哭着哀求王，请王制止亚甲人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阴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站起来说：“我若蒙陛下的恩宠，陛下关心我，觉得我的请求是妥当的，就请下一道谕旨，撤销哈曼发出的命令。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发出的命令是要灭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我怎么忍心看着我的同胞被灭绝呢？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亲属被杀害呢？”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太人末底改说：“就这么办吧。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的阴谋，我已经吊死了他，又把他的财产给了以斯帖。但是用王的名义发出的通告，上面有王的印，是不能撤销的。不过我准你们按照你们的意思发通告给犹太人。你们可以用我的名义发出，并盖上王印。”于是，在3月，就是西万月的23日，末底改招来王的书记，要他们发通告给犹太人，以及从印度到古时共127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这通告是用各省的方言和犹太人的语文写的。末底改用亚哈水鲁王的名义盖上王印，颁布这份通告，并且命令送信的人骑上王家最快速的马去传递。这通告说，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无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他们都可以反击、杀戮、灭绝那些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可以灭绝，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这通告适用于全国各省，在12月，就是亚达月的13日，原定杀灭犹太人的那一天生效。这通告要像颁布法律一样公布出去，使各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犹太人可以准备好，在那天向他们的敌人报仇。于是送信的人奉王的命令，骑上王家快马，奔驰传递通告。这通告也在首都书珊公布了。末底改穿着白色的朝服，披上紫色麻纱的披肩，带着金的冠冕离开了王宫。书珊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快乐的欢呼。对犹太人来
自欢喜快乐，欣慰光荣的事。一起来宣告说：王的通告传到各省各城，犹太人读到了，就充满欢喜快乐，欢宴放假来庆祝。许多当地的人因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感谢主，读了这段的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人生从必死的低谷反转到人生的高峰？这也是神隐上帝在他奇妙，刚才我们会前祷告所读的独行其事的上帝，他能够翻转超过我们生命的困境好几万倍。但是因着这些人什么样的关键来祝福他们，经历了上帝扭转他们人生的命运，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是使无变有，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主。开启我们的心窍，看见你话语里面那个使人经历从无到有，使人经历绝望到顺境。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所面对的一些的困境，我们将这些困境交在你的手中，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带有大的能力。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从那个人生很糟糕、很低谷的这样处境啊，一下子翻转，或是整个过程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改变，有没有？我相信有哈，从那种人生的困境低谷当中哈，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记得在2012年，在大概11年前的2月14号哈，2月14号。不知道你还记得这个吗？那时候在纽约尼克队哈，就是有一个叫做林书豪是我们的弟兄，对不对？然后他一直坐冷板凳那有机会能够上场，就在2012年的2月14号他们的队伍来。远征多伦多，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什么队？暴龙。哎呀，所以最后他上场，最后你知道几秒？还记得吗？0.5秒那在0.5秒他站在那个3分线的外面一个大幅度的这个3分球，就在那个时间快到了我们看到那时候让林来疯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冲到最高最后我们看到他还上了《Time》的时代杂志的什么封面所以弟兄姐妹就这样一帆风顺吗？其实不是我们看到也有起起落落，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信仰一直定睛仰望在之前我们也知道他到了中国去打中国的职篮，对不对？也是不是很顺遂那最近怎样？最近他加入了高雄我们故乡的钢铁人队，对不对？他一上场2月12号上场第一场怎样？第一场就夺了当周的 MVP 然后昨天我昨天又看了他的比数怎样？全场最高了，得了什么32分我们都看到他的队友原本要输了因为他然后得到高分，所以逆转胜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些特别是最近我们国家也要举办什么喜爱棒球的就知道这个经典赛，世界棒球的经典赛要在我们台湾来举行常常我们如果喜欢棒球，以前是所谓的国球，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在座的在座比较资深一点有没有半夜起来然后摆着零食，然后等待那个在威廉波特等待这个棒球赛，有没有？放鞭炮还有就是维吉在那
2人出局，2好3坏，然后呢满球数，哇！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就那种以前的兴奋就起来了，你知道吗？2好3坏，满球数，最后一球，哎，打出一个可能关键的全垒打或者是安打，对不对？哇，就赢了。所以我们以前那种3级棒球，对不对？现在分了好多，什么 U12、U18、U 多少我们都搞不清楚了。我们就记得说以前3级棒球的这些选手赢了世界冠军就回来就怎样？哇，坐着吉普车，然后呢游行了，对不对？哇，我们看到最近林书豪也是因为这样加入那其实，在他第一场要上场比赛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非常的紧张，紧张到吃不下饭。但是还要勉强自己吃他的太太就看他这么紧张，就用加拉太书的第1章10节提醒他我说，哎，你是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你是要为神打球，还是为人打球？哇！他就怎样？哇！本来很紧张，因为他太太的提醒上帝的话语来激励他，所以呢，他就不会紧张了然后他知道他是为上帝在打球，结果呢，就第1场上场得了当周的 MVP 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从紧张，从可能他人生的谷底，在坐冷板凳，一直到呢冲高，让大家家喻户晓的林来疯到最近他的那个钢铁人的球衣他以前的球衣都还有什么样仿冒品，对不对？我们看到人生有这样转变，但是也告诉我们说，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起伏，即使你在高峰，但是有一个力量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我们觉得好像不大可能，很难，你知道吗？在礼拜5的晚上的鼓舞班，我们社区办的这些的活动就运动，我们期待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会的传福音的意向，弟兄姐妹知道吗？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意向吗？2个字，双福，福利，还有呢？福音，说一遍来，福利，福音，社区的福音这些活动就是把福利，对不对？交1000块的保证金，你如果都有来上课，退还给你，哪有那么好的事？这个在外面都要花好多钱，对不对？哇！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有的经历了来这边很大的领受。有人甚至很喜欢那个半小时的什么分享的时间他来打鼓，你知道吗？我说你们来打鼓，我们同告诉他，你可以尽情将你这一周来你心里的不悦，把它发泄出来，把它发泄在鼓。哇！所以我在这边都可以听到那边的声音，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方面发泄他们内在的那种情绪，另外可以安抚，透过这一些的话语分享来助他们。最近成人牧区就接手了，对不对？我们大概前3期这一些社区的服事就进来，然后开办，然后往后我们的策略就第4期我们的牧区会来接手。牧师用了神奇的系列来祝福，每一次都听到他们这样的哇哇哇礼拜5我后面可以就是带这些领袖、这些小组长完之后，我一般都会离开，然后来预备奖章，预备什么。但是昨天就是有一个感动，到神奇的钉子的系列的时候，我就留在那边然后给小组长这样带后来就有一个感动就亲自出马这样然后在他们摆完之后，我就跟他们聊到最后说你们需要帮助，需要求救吗？你觉得这个可以摆起来
很多社区的朋友都说不可能，12根钉子同时摆在一根钉子的上面，不能用绑橡皮筋，不能用任何东西，不能够垂到地面碰触到木板。牧师，你是在耍我们吗？我说你们就试看看嘛。其中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就说，牧师你既然能够提出来，我就相信一定有办法。你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这边大部分都是这一些人。但是他就跟我讲说，牧师，你既然会让我们用，一定有办法，但是我们不会。我说不要一下子就放弃嘛，有一些人就一下子就放弃了。牧师，你告诉我们，我说你们先尝试嘛。有人说哇1根了，哇2根了那再来呢？然后呢？没包你知道不？我说好，那你需要求救吗？好嘞，大概几秒钟就好了。他们看了哇。最后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需要这种智慧吗？你们需不需要？你们需不需要祝福？你们需不需要我跟你们帮助你们跟上帝连线？我就讲得很明了，知道吗？他们都说怎样？愿意。那愿意，我说好，你们就一句跟我一句的念谢谢耶稣。来，谢谢耶稣，就好像这样。你在十字架的救恩。牺牲自己的性命，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谢谢你，但对不起，过去不认识你，都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寻求幸福的人生，但是找不到。对不起，我邀请耶稣做我灵的主。我邀请耶稣做我思想的主，我才不会胡思乱想，受到辖制捆绑。谢谢耶稣，邀请耶稣做我情感的主，让我的喜怒哀乐都在你的保守。谢谢耶稣。邀请耶稣做我意志的主，让我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是属上帝的决定。谢谢耶稣。耶稣，我邀请你做我身体的主，让我有健康的身体，来走恩典的道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这些同工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牧师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对这个福音？虽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通过这一些的所谓觉知的祷告他们心里其实还有他们的信仰，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我看见他们的眼睛，他们看见这很奇妙，就好像刚才说独行其事的神。牧师，你怎么会这样？我说去找啊，不会我们就跟上帝来连线。我就分享我做牧师的要处理好多这些难处，对不对？你听过生孩子生不出来找牧师吗？听懂姐妹？孩子在母胎肚子里面几代绕颈，牧师，我说我哪能够？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对不对？祷告不到半小时生了，平安出生了，感谢主很难，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处理我们难事的神，就好像林书豪一样，就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在苦境，他们在必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有等死，但是因着不放弃，因着他们心里面相信有一位可以扭转他们未来命运命定的上帝，所以还记得吗？以斯帖本来说不大可能，
去会死，没有王的召见，不能够随意来去找上帝这个王，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牧者一系列的这样，我们迦南之声不断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忘记。牧师在最后再准备3月的几节，然后又会回到最后的总结，一章一章，让我们真的把上帝的话，把这些的困境，把这些的过程都存在我们心里，不容易忘记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安排呢？但是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哇，每一次不一样的。同样经文不一样的时间点所看到就不一样，就不一样的领受，所以让我更认识这位神在每一个世代，在他启示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总有办法认识这位上帝，他一定有办法。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确信这一位上帝总会有办法来改变。所以，当你相信，当你在祷告过程当中相信的这个过程，上帝总有办法来扭转这个未来。就好像我们看到好多这一些的关键的见证。面对死亡危机，其实不是只有在犹太人的身上，发觉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身体的病痛。所带来的这些报告，好像这个通告一样，带来了生命的挑战跟危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好像如草芥、花草一样。就面对这样的国定杀戮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就好像这样的一个草花一样的脆弱。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有一个声音喊说：“去报消息。”我问：“报什么消息？”要宣告人人都像草芥一般，他们的美丽像野地的花。上主吹起一阵风，草就枯干，花就凋谢，人跟花草没有两样。我们看最近的天灾人祸，一出门平平安安，但是呢，哇，可能在高速公路，可能在爬山的时候，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过程当中，甚至坐在家里也有事，对不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人的生命就好像草芥一样，在人的眼中，在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环境亚哈水鲁王他的眼中看这些百姓，对不对？哈曼说：“哎。”在谈笑喝酒的过程当中，把他们杀了吧。好 ，OK。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好像很随便，这些人的生命好像很脆弱，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啊。然后我们又看到最近像普丁，对不对？也都是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一个缘故为了民族，为了怎么样，就下令攻打乌克兰。1年多了还不结束，对不对？联合国都同声谴责了，他还是老神在在。这些人在他的眼中就好像草芥一样，那么没有价值。就好像习近平一样，一天到晚派着这些搞飞机来恐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就天天恐吓，连一个鸡蛋也要管，你知道吗？最近你完蛋了吗？奇怪，我说我本来想破算了我说我都可以买到蛋，为什么要炒蛋？每天都是出那一道菜叫炒蛋口字旁的炒，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时候人真的很无聊呢，然后又假装你们怎么不顾人民的那个需要呢？哇，真的，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一段的那个国台办的发言人，你心里会怎么想或者是金正恩动不动就按个按钮，好像在打电动玩一样就射飞弹，然后恐吓你，让你害怕。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周遭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这些好像在恐吓你。有时候
我们觉得医生也在恐吓我们，你知道吗？啊，出了一个报告，然后你的心就不安了，对不对？跟你讲的很严重，你知道吗？啊，确实，有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好脆弱，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价值如草芥吗？其实不是。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如果他看我们的生命是草芥，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对不对？青菜令要死偌济就死偌济，对不对？不是嘞，上帝看到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愿意怎样？万人得救了。所以在我们眼中，这些社区的朋友尊不尊贵？我告诉他们，你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没有什么动机目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得到祝福。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这里是教会。这些年长者，这些社区的朋友，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些系列的活动，最近桌球班，对不对？因为牧师大概也多少会打一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透过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福音带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什么？神过去给你有这些的恩赐恩典你没有用就没有了。你没有去服侍，这些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到，面对我们生命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在现今的困境当中，可能也像这样，可能一份报告，医生一句话就打倒你了，好像我的生命就是那么没有价值。不是的，在神的眼中宝贵，即使你是面对死亡，还是给你有这样的管道。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死亡，即使是哈曼被吊死，他们命运还是在那边要面对死亡，对不对？他求情了，王还说：“我的命令是怎样，不可以更改的。”面临这样，你就放弃了吗？王先讲这样，你就放弃了吗？不过后面还有但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冒死哭求，哭求有一线生机。如果是你，可能就算了啦，那我死就死吧，没帮啊，对不对？鸡卵结过山，猜一个谜语啊？鸡卵蛋过山，结过山，看破啊，你知吧？就没有忘了，看破了，对不对？看破了啦，没有的事啦，神还依然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医生说可能第3期、第4期了，还有救啦，不要这样一下子就放弃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段的话语来。以斯帖又在王面前求情，俯伏在他脚前，流泪哀求他阻止亚甲人哈曼害犹太人的。你知道以斯帖又怎样？你知道他死了几次了吗？如果按照王命，他死了几次了？王有没有召见他？没有。所以一再一再的，王就一再的升什么？金杖，升金杖。如果没有王这个动作，你知道他死几次？想了吗？你在看这个经文有没有想到，他死几次？但是一次又一次，神给他恩典，给他恩宠，然后给他生机。在这里我们看回顾所有的臣仆、各省百姓都知道这个定例啊。但是以斯帖为了他的百姓同胞，为了骨肉至亲，死就死吧。所以我们看到为同胞的生死祸福，我们可以为他们祈求吗？为你的亲属还没有信主的，你有没有在为他祈求？还是我得救就好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看到整个无论男女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神、没有王的召见，必死。但是他依然冒死来觐见，来祈求、哀求。
这就是在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很重要的。即使知道困境、危机、死亡在那边等着我们，但是你依然怎么样？寻求改变，因为你知道一线生机是从哪里来，可以赏赐给你。第三个，我们看到危机迫近，关键在面对什么？面对你的心情，你的内在。我们常常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报告，因为一个事件打倒我们。在这边，如果这个以斯帖、末底改被打倒了，就好像可能有这一章，射物腺癌，然后第几期，很多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接到这个报告，哇，有什么癌症，有什么肿瘤，我一看他们那消散了吧，你知道。常常就用祷告，用上帝的话语，用我妈妈的见证，用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刚开始也是像你这样哦，但是不要放弃。就好像末底改、小孩以斯帖，好，死就死吧，知道会死，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去邀集书珊城所有的人，怎样来祷告？如果像之前末底改跟以斯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在王宫成为王后，你就可以怎样没有事哦。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哦。神会从别处来怎样兴起拯救。神给你有今天这个地位、这个机会，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机。所以你要不要做？如果你做，如果你求，就像这段经文来。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他该怎样祷告？有人喜乐，他该怎样歌颂？你们中间若有人生病了，他该请什么？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阿们吗？各位长老，阿们吗？牧师也是长老的职分，知道吗？所以底下坐的长老有没有权柄？长老要不要操练祷告？所以要来祷告会。哇，那也都不像。越祷告你就越有权柄，你知道吗？不要只是私下祷告而已，来一起来服侍，为这些需要的人祷告好吗？为他们抹油祷告，为他们祝福祷告，神迹奇事就在信的人当中来发生。阿们。感谢主哦！我们看到面对危机，他们做的就是什么样？好，去禁食祷告，同心合意祷告，为我祷告。全书珊城的犹太人就起来为以斯帖祷告，为这颗芭乐宝祷告，对不对？他原来名字叫做芭乐，所以神让他好像亮晶晶的，好像闪亮哦，那种光耀哦，照耀的整个这个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能够改变本来也是呢就去会死了，但是因为这样的祷告，关键的面对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你那个通告、你那个这个报告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一下子就泄了气。我告诉你，这样死得更快。如果你知道，然后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要想让人知道，这样很累，因为他们来会问我要解释。弟兄姐妹，不要问了，就直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知道他是有身体病痛的，我说不要自己在那边承受好吗？如果你愿意分享，然后让更多人为你来祷告，人生就有盼望。人生就会像这一些的犹太人，神会让他们从人生的谷底必死的日子翻转成为什么？刚才有读到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本来要在那边哀哭唱靠，得要准备什么丧礼的，对不对？没有人为他们准备，因为所有人都会被杀，对不对？没有人为他们举行告别礼拜。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看到什么？那一天，那一个普珥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那边欢庆，他们在那边做什么？摆设筵宴。然后呢？只是这样吃喝吗？只有吃喝快乐吗？纪念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事？
等一下我们来看，不是只有自己华裔快乐这样快乐吃喝。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有望，是因为他们同心合的祷告，关键在于神的同在。关键在于神改变王的心，关键在于神怎样让他失眠，关键在于神怎么样那么刚好让他怎么看到这个时机，让他看到问问题，问到什么末底改，我竟然没有赏赐给他。所以从那时刻，牧师有告诉我们第6章那边就是王失眠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嘛。怎么那么刚好？其实若没有神隐上帝的推手，这样的一个改变，没有人可以这样。王他怎么会那时候刚好失眠？怎么隔天早上那个哈曼要来找他，叫他赶快让末底改死？结果整个翻转，王说我要赏赐的人要怎么带他？哇，我们看到哈曼就讲了一大堆，对不对？穿王袍、御马，然后游街，然后宣告他是很尊贵的人，不就是这样成了吗？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看到整个剧情的大翻转，原本是哈曼用戒指，其实戒指是代表什么？代表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对不对？之前第一道命令谁发？哈曼借着王的名义拿他的戒指，然后盖个什么通告？这一张通告是什么？癌症末期第4期吗？或者是必死的通告吧？对啊，全省、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漏掉，对不对？每一个人逃不掉，就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掉这个必死的命运啊。但是我们看到财富的转移，昔日要被杀、被毁灭的末底改，竟然这一个戒指转移到他的手中。神也会这样让你提升，让你高升，然后转移，就好像约瑟一样，从一个奴隶被唾弃、被怎样陷害，但是竟然因为解了一个梦，因为神给他有智慧，当他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权力的转移就来到他的身上，不是吗？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神所看重的百姓，神也在让你的职场也会这样帮助你，让这个逢凶化吉的神也施恩在你的身上，让这样的尊荣，就好像他要让你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这样的一个应许。因着你如果相信，你如果倚靠，你恳求他，他就让这样的财富依然转移到你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财富转移，从第一道的命令必死，然后第2道命令竟然是由他的手中来发出，并且快马加鞭。有没有看到刚才的经文？你念过了，或者是听过了？我们看到整个改变多么奇妙，是因为他们在信心的经历，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扭转。是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差他的使者来保护看顾，神就在整个各省各城，让第2道命令可以抵消或者是对抗第1道命令。因为王第1道命令不可取消，但是却发了第2道命令，这个翻转他们命运，可以起来保护。所以你看，有11个月，有或者是比较长的时间，可以为他们预备装备好他们自己。就好像弟兄姐妹，你可以预备好装备你自己，可以对付这些灵界的势力。如果你没有起来学习操练装备，你就不会祷告，你就在那边等死啊。今天如果你会有祷告，你知道祷告就是我们对付黑暗、对付我们灵界看不见的这个很重要的武器跟秘诀吗？牧师，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你至少喊耶稣救我吧？会不会？会吧？很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耶稣救我，就那么简单，甚至不用说阿们，因为来不及，你知道吗？
你说耶稣救我，其实那奇妙。你懂得耶稣吗？一知道耶稣，我跟社区的朋友，什么叫耶稣？耶稣就是上帝拯救。他们都明白，所以他们跟着我祷告。我说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是什么意思？4个字：诚心所愿。我也告诉他们了，他们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祷告，神翻转他们，改变他们。即使有苦难，也能够使我们能够蒙福。24岁的周玉如姐妹，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看她长得很漂亮，对不对？在24岁的时候，突然的交通意外使她颈部以下的就瘫痪，没有知觉，所以她的身体那时候没有办法感受到冷暖。现在今天我们看到几度？大概我早上起来看了12度，很冷。他没有知觉，所以他在万念聚会的当中哦，他很多这些颈部以上的这个失力，他觉得我想死了。但是他在病房当中遇见了一个患了骨癌的老奶奶，来激励他。后来他看到老奶奶，她有病痛，她很痛，但是她接着祷告，他就问老奶奶：“你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信心？”她说：“因为耶稣。你跟着我祷告，跟着耶稣祷告，他会帮助你。”所以后来他在无助的当中，因着这位阿嬷的话语来帮助他，使他怎样？能够改变，慢慢的改变。后来好像有一股暖流来帮助他，让他这个锥心之痛，让他的一些病痛慢慢的有一些的好转。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棒的口足画家，所以他很顺利的脱离了这个人工的呼吸器，然后学习画电脑绘图，然后他受邀到全国各地台湾各地来为主来做见证。即使有苦难，但是在这苦难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苦难当中，其实如果你知道如何去祷告经历，神必定能够翻转你生命的过程当中，即使是最后是死亡，你依然能够不惧怕。所以后来他因为这样瘫痪，没有埋怨，也能够感谢主，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一样的，在那种欢庆的过程当中，领受领人归主。虽然有的外邦这些人是出于害怕，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他们因为这样敬畏，入了犹太籍。我们看到入了犹太籍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们要接受这样宗教信仰、割礼等等，遵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在施行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把福音带进去，为他们祷告，他们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从犹太人他们的从降卑到升高，从哀哭到欢喜，从绝境到顺境，从逢凶到化吉。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最后，他们不是只有在那边庆祝吃喝。最后，如果你在听到3月初的这个迦南之声牧师在预备，虽然短短的几节，但是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化解他们从悲到喜的过程当中，他们欢庆快乐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救助穷人。他们不是只有顾着自己在那边欢庆节庆，然后在那边为了自己高兴而已，而是做了一些的救助救济。我们教会有没有看见这些的需要的人，然后去救助？我们透过社区，透过这些协会来关怀这些弱势的。神在你的身上给你有恩典，给你有祝福，不是只有在那边欢庆，好吗？在欢庆之余、感恩之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些犹大人或者是犹太人，也让我们想起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从犹大支派从大卫的子孙出来。
如果这样的引导，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这些犹太人，然后顺着下来，耶稣成为这个犹大支派，然后能够祝福这些外邦人，就是你我。今天救恩临到你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神也会使用我们成为这些外邦人的一个祝福，一个管道。我们不仅仅看到这一些只有犹太人他们得救，我们也看到了从这样的一个延续救恩的管道到耶稣的身上，到你的身上。今天神有没有使用你，成为这些事工的一个服事管道？神装备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他恩典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见复兴，是因为你有参与，你有投入。就好像尼希米说：“你们若参与，就有权有份有纪念；如果你们不参与，就无权无份无纪念。”今天神预备了这样救恩，也是给你哦。如果你愿意，其实牧师用这一些的福音的神奇的管道很简单，操练，你就成为你很拿手，你喜悦人，你看顾人的需要，你关注他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如果相信神，就在那困境关键当中来帮助你扭转那一个危机。你相信吗？你相信就可以经历，你知道吗？恩典都为你预备好，但是你得着恩典，你必须要分享，你必须要见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随时打开你的手机，有备忘录嘛？你懒得写，你就用录的。你跟神讲说：“神啊，你的恩典够用。”上个礼拜我们的祷告见证会，他们如何分享？即使是还在困境当中，他们依然起来分享，起来感恩，感谢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度过那个生命的危机。吓死了，但是因为他祷告信靠神，他叫人帮助他祷告。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依然也要翻转，也要让你看见，在你生命的复兴，在你身体的健康，在你财务上的复兴，在这个教会的复兴，除非你投入，不要等着只看神迹，邀请你一起来参与，即使是一个接待，神必定使用你，因为你的笑容、你的接待，能够让人知道神就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无限期，直到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
喊哈利路亚！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哈利路亚！耶和华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呼吸。再次来，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呼吸。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神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救恩赏赐给这些未得之民。谢谢主，让我们看见犹太人如何翻转他们的未来，翻转他们的生命。我们在苦难，在困境，在问题当中嘛，神，你依然看顾，你依然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祷告同心合意祷告不歇息的时候，你就翻转，你就改变，你就给我们一条出路，给一条活命的出路。谢谢主，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你来就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赞美归给你，称谢归给你。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他的全能充满在你们当中。天父上帝，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你的慈爱依然护卫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圣灵，你感动我们认识真理，祷告不歇息，凡事谢恩，我们必看见神迹。谢谢主，赐下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声音不停息，如同淡水淹没彻底。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哈利路亚！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啊，我们祷告不断的持续啊，请坐啊。